首先請緊記，調解會議目的係為仔女做對佢哋最有利嘅事情。請你承諾要做好準備，包括心情同埋表達。呢一個會議係為咗協商孩子們嘅福祉，而並非延續父母爭辯。以下係一啲有關準備調解會議嘅提示。請喺前一日晚上有充足嘅睡眠，會議可能會有壓力，所以一定要照顧好自己，休息足夠對保持冷靜同清晰思考會好有幫助。請持開放嘅心態，你嘅前配偶可能認為點解對孩子先至係最好，同你會有唔同嘅睇法。呢個唔係要比拼邊個對邊個錯，事實冇一個人能夠保證佢嘅方法係唯一最好嘅方法。請嘗試了解你哋雙方關注嘅重點，希望用會議創造包含大家關注嘅照顧方案，咁樣對仔女長遠健康成長至關重要。喺會議之前，可以先寫出你期望嘅照顧分工同埋探視時間安排嘅方案。草擬計劃有助於組織你嘅諗法，並提供討論嘅起點，亦可包括一啲關注清單，咁樣你就唔會忘記對你好重要嘅問題。可以包括以下內容：點樣為仔女作重要決定，例如醫療、升學同埋宗教決定；探視仔女嘅時間同埋交接安排；點樣劃分全年嘅假期，例如公眾假期、學校假期同埋暑假；每年嘅時間表係相同嘅定係交替嘅，規定嘅定係彈性安排等；點樣處理外遊同埋出境安排，包括點樣分擔旅行所涉及嘅費用；點樣處理協定時間表嘅細微變化，例如當孩子或者父母生病嘅時候，以及父母相互溝通嘅最佳方式，例如電話、WhatsApp 或者電郵。請留意，一次會議未必可以處理所有嘅問題。如有需要，你可以要求暫停會議以作諮詢，或者改印待自己思考清楚之後再繼續商議。只要雙方朝呢一個方向進行，一定能夠喺合作照顧仔女上向前行，因為呢個係對仔女同埋對雙方嘅最佳出路。事情總有完結嘅時間，但係仔女安排嘅爭議就一定係越早解決越好。請捉緊可以讓仔女健康成長嘅日子，而呢一啲時間係唔能夠逆轉。